揾食揾到嚟東九文化中心，全新地標收埋咗間手工意粉，點可以唔試？落地玻璃加超高樓底，夜晚零舍有 feel。主打手工意粉，仲融合唔少本地元素。推介呢款手工意粉，刺身級西班牙紅蝦肉質鮮嫩，用咗花雕酒、醬油醃漬調味，食落有種熟悉嘅香氣。意粉偏粗身，食到蛋香同香濃嘅紅蝦汁，本地鮮蠔意大利飯。簡單啲咁形容，就好似 risotto 版蠔仔粥，口感綿滑之餘，啖啖都有切碎嘅蠔仔。前菜都好有驚喜，佛卡夏多士仲係自家製，好有誠意。豆乳、芝士呢個配搭，味道出乎意料咁輕盈。咖啡可以話係呢度嘅 signature。前菜嘅代表有咖啡慢煮里沙律，咖啡香都幾強，入口帶少少甜味，亦都有加入咖啡嘅 cocktail。喺文化中心小酌一杯都幾有情調。甜品 panna cotta 同 tiramisu 都好出色，地點咁方便，無論係平時定睇完 show，都不妨去食翻餐啦。